家好，又嚟到小白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套影片，係關於湛江機場墜毀飛機嘅影片，即係8877號班機。中國南方航空三大空難之一，佢係一架波音737-31B 型飛機。而家架飛機喺廣州白雲機場起飛，飛往湛江機場。架飛機抵達咗湛江機場附近，佢高於下降台。而家架飛機重着陸，而家佢偏離跑道，起落架截斷。緊急疏散，全機生還。呢次影片就到呢度啦，記得關注啊，拜拜。